今日我想同大家講一單詐騙故事，唔係金錢詐騙，亦都唔係財務詐騙，而係一種精神上、感情上嘅詐騙。個痛苦程度仲更加深刻嘅，因為佢奪走咗一個女仔嘅青春同埋人生。呢個故事嚟自 Netflix 嘅一個紀錄片《Sweet Poppy》。時間倒翻轉後，2011年春天嘅一個晚上，Kira 一位31歲嘅英國印度裔女仔，就當晚咧，佢係同朋友一齊去夜店度玩，就喺佢跳緊舞嘅時候啊，突然之間見到有一個戴住頭巾嘅男仔行咗入嚟，佢就即刻留意住呢個男仔。就過咗一陣咧，佢突然之間諗起，咦，呢個咪係 Poppy 嗰個嘛同自己喺網度傾偈，傾咗5個月，但係從來未見過面嘅男仔。於是咧，Kira 就即刻行咗過去同佢打招呼。但係啊，嗰個男人同佢講啊，唔好意思啊，我唔識你啊。Kira 咧開頭仲以為係可能音樂太嘈啊，又或者係飲咗酒啦，就為咗避免尷尬啦，Kira 就決定唔再追問啦，轉身離開。佢唔知道啊，如果譬如當晚啊，佢肯多問多幾句嘅話，咁可能佢之後嘅10年嘅人生悲劇可能根本唔會發生。時間再倒返去2010年，Kira 係一位電台主持，單身又有一份穩定嘅工作，而且仲好熱愛自己嘅事業。就直到有一日，佢突然之間喺 FB 度收到一個陌生嘅信息，對方自稱叫 Poppy。Poppy 話自己係 Gigi 嘅哥哥，而 Gigi 咧就係曾經同 Kira 嘅表妹 Simran 拍過拖。佢哋因為有唔少嘅共同朋友啊，所以咧佢哋兩個咧就慢慢就開始傾偈啦，而且越傾咧就越覺得投契。就雖然從來冇正式見過面啊，但係 Poppy 咧表現得好溫柔，好尊重 Kira， 仲不斷咁同佢分享自己嘅私人經歷。佢話自己係一個心臟科醫生，有一段唔幸福嘅婚姻。而佢嘅細佬 JJ 咧，又因意外而重傷，對佢打擊好大。Kira 咧聽完之後咧，好有共鳴，因為佢自己本身都曾經歷過人生嘅谷底。佢兩個人之間嘅感情咧，就因為咁而變得越嚟越深啊。後嚟咧 ，Poppy 話自己離咗婚，仲搬去歐洲度生活。Kira 咧開頭都有啲唔捨得嘅，但係仍然同佢保持聯絡。之後咧 ，Poppy 再婚。就直到2013年啊，Kira 突然之間喺 FB 度睇到消息，話 Poppy 喺肯亞度俾槍擊，陷入咗危險嘅狀態。仲有相片顯示到佢瞓喺病床上面，好多嗰啲自稱係親朋啊、戚友啊，為佢祈禱。Kira 就即刻打電話俾表妹 Simran， 而 Simran 咧都確認事情屬實。佢話 Poppy 係情況好危急。之後呢 Kira 俾加入一個有39個人嘅群組，全部都係所謂嘅親朋戚友，就用嚟更新 Poppy 嘅病情。Kira 覺得咧自己可以陪住大家一齊為 Poppy 祈禱，好有意義。就過咗一段時間啦， Poppy 情況好轉，但係身體受到嘅嚴重重傷。就直到2014年。個群組突然之間宣布 Poppy 因為病發症而離世，大家都覺得好悲傷。Kira 咧雖然都好心痛，但係都以為一切都已經結束啦。冇幾耐之後呢 Kira 收到表妹 Simran 嘅電話，就 Simran 同佢講咗一個幾乎令人難以置信嘅消息，就係 Poppy 其實仲未死，而且呢而家喺美國度接受一個證人保護。佢話 Poppy 之前呢，因為一宗槍擊而令到半身癱瘓。基於安全理由呢，冇人可以透露醫院同埋醫生嘅任何資料，就算係 Kira 都唔例外。之後呢，就 Kira 同埋 Poppy 又再重新喺網度聯絡。Poppy 同佢講啊，喺呢段時間呢，係佢人生中最黑暗嘅時刻。
佢經歷咗一個好多個痛苦同埋手術，就甚至係佢個前妻同埋佢嗰啲親近嘅人都冇嚟探佢。佢開始惹上酒癮，同埋慢慢咁走向自我毀滅。佢仲講啊，Harriet 係佢唯一一個關心佢嘅人。喺呢段時間咧，喺佢心入邊啊，一直掛住啊，只有 Harriet 一個。Harriet 都開始對 Poppy 產生感情，就去到2015年嘅情人節，兩個人正式開始拍拖。但之後呢，就好似有奇蹟發生咁樣，Poppy 咧慢慢好轉喎，就因為佢哋兩個人咧每日都不斷咁樣通話同埋訊息，就感情變得越嚟越深啊！佢哋可以通宵傾偈啊，甚至乎係開住電話咁樣聽住對方咁呼吸入睡。佢哋仲試過喺視像度通話長達13個鐘，一齊煮飯啦，一齊睇戲啦。但係咧有一樣嘢啊，Harriet 一直都會覺得好奇怪嘅，就係 Poppy 啊，從來都唔開鏡頭嘅喎。佢從來都未真正見過 Poppy 個樣，就連佢把聲都覺得好奇怪，好似係特登壓低咁樣，冇話好正常咁樣傾偈。Poppy 解釋話啦，因為手術之後啊，聲帶受損，就有幾次咧，佢話咧可以轉院搬到接近 Harriet 嘅城市，就佢哋兩個人咧仲計劃見面喎，但係每次啊到最後一刻咧，總會突然之間取消嘅，唔係話身體出事啦，就係刻意咁揾個理由而同佢嘈交，搞到見面唔成。就呢啲情況咧，一而再再而三咁樣發生，正常人都會覺得懷疑，但係 Poppy 咧好識控制人心嘅喎。就直到2016年，佢叫 Harriet 幫佢買啲衫俾個仔，Harriet 好開心，親自揀咗好多好多，就喺 Simran 啱啱 Simran 要出差去嗰個城市嗰度，Harriet 就託佢帶啲衫去俾Poppy 個仔。之後咧 Harriet 仲收到小朋友着住啲衫嘅相，所以咧 Harriet 就對 Poppy 嘅信任咧完全恢復啦。但係每一次咧 Harriet 感到不安或者失落嘅時候咧 ，Poppy 就會用啲甜言蜜語氹翻佢，甚至乎係要送花去佢屋企度，令到佢開心到好似小朋友一樣咁樣。但係問題係 Poppy 係一個極度控制力強嘅人。佢要求 Harriet 要隨時開視像嚟報道行蹤，因為 Harriet 嘅電台工作要同男仔傾偈，就佢會妒忌同埋發脾氣，甚至有一次佢打電話去辱罵 Harriet，搞到佢失去電台嘅工作。Harriet 咧就開始暴瘦，疏遠朋友，每一次嗌交啦 ，Poppy 都會詐低心臟病發。逼到 Harriet 咧反過嚟要同佢道歉同埋內疚。Harriet 咧曾經好多次想同佢分手，但係都俾 Poppy 用心理控制嘅手段嚟留住。就直到有一次呢 Poppy 話去倫敦度見佢 ，Harriet 咧好興奮，但係到酒店嗰陣呢 Poppy 又講對唔住我未準備見你之後又繼續揾藉口推辭。Harriet 咧終於都忍唔住啦，親自去酒店度揾佢，但係咧前台同佢講呢度根本冇呢個人。Harriet 咧徹底崩潰，決定咧揾私家偵探調查，結果發現所謂嘅 Poppy 根本唔喺倫敦，而喺 Brighton。佢即刻開車去對質，當佢去到門口度，有一個男人嚟開門。就係當年喺酒吧見到一個真正嘅 Poppy， 但係對方完全唔識佢嘅喎，仲講我唔識你你係邊個？之後咧，佢個老婆仲出嚟證實，佢哋從來都冇離婚，一直都生活正常。Harriet 咧崩潰大喊逼對方打電話證明，但係佢哋嘅電話入邊根本冇佢個號碼。當佢自己打過去嘅時候呢，就電話有另外有一個人接，但係
唔係呢個男人。最後呢 Harriet 去揾 Simon 終於都承認，全部都係我做嘅，我就係 Poppy 啦。原來所有帳號、朋友、家人、群組，所有嘅信息、通話、照片，全部都係 Simon 一手虛構出嚟嘅。真正嘅 Poppy 從未出事，冇入院，冇同 Harriet 拍拖。而 Simon 呢，就因為以前識 Poppy 成家，掌握晒所有嘅資料，用嚟冒充佢，欺騙 Harriet 長達8年。就最震撼嘅係 Simon 完全冇悔意嘅，佢仲話只係一場心理遊戲。Harriet 就告上法庭，但係英國法庭咧認為咧呢個唔屬於刑事罪。最後雖然民事勝訴，但係 Harriet 已經失去咗事業，失去咗生活，留低一顆徹底摧毀嘅心，係8年人生有一場虛構嘅愛情徹底摧毀。呢個故事真係令人震驚。我係佩瑜，如果你鍾意呢類型嘅內容，記得俾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支持我繼續分享更多呢類故事。多謝大家收睇，拜拜。